大家有冇試過喺深夜聽住明年今日或者唱 K 嘅時候必點心淡？又或者你嘅青春回憶入面有冇那個喺台上打側手翻嘅 Twins？ 當我哋追逐緊呢啲光芒萬丈嘅大明星，為佢哋嘅喜怒哀樂而牽動情緒嘅時候，你又有冇諗過喺呢個名為香港娛樂圈嘅殘酷名利場入面，究竟係邊個喺背後操縱住一切？係台前風光無限嘅天王巨星，定係坐擁億萬身家嘅資本老闆？其實喺呢兩者之間，仲存在住一種極為特殊嘅角色，佢哋手握藝人嘅生殺大權，能夠喺黑白兩道之間游刃有餘，能夠將一個普通人點石成金，亦都能喺狂風暴雨嘅醜聞入面隻手遮天。佢哋就係金牌經理人。如果要喺香港輝煌嘅30年娛樂史入面揀一個最具傳奇色彩、最硬淨、最能夠代表港女精神嘅大家姐，咁有一個名字你絕對繞唔開。佢唔單止捧紅了半個香港娛樂圈，更加係謝霆鋒、容祖兒、Twins 呢啲時代偶像背後共同嘅媽咪。佢靚過好多明星，但佢偏偏選擇做那個為明星擋子彈嘅人。沒錯，今晚我哋要講嘅主角就係英皇娛樂嘅大內總管，有香港最後一位金牌經理人之稱嘅霍汶希媽咪。好多人對霍汶希嘅第一印象可能淨係停留喺謝霆鋒經理人呢個標籤上面。如果你以為佢只係一個幫明星玩鞋、買飯盒嘅保姆，咁你就真係大錯特錯，簡直係太低估呢個女人嘅手段同魄力。佢17歲出道，21歲就開始掌管幾百人嘅娛樂部門，喺男人主導嘅商業世界入面殺出一條血路。佢保護咗謝霆鋒足足25年，處理過震驚全亞洲嘅艷照門危機，一手將容祖兒從醜小鴨捧成樂壇天后。今晚就等我帶大家穿過時光隧道，返去那個風雲變幻嘅香港娛樂圈，睇下呢位鐵娘子點樣用佢嘅智慧同狠勁，書寫出一本來係屬於男人嘅教父劇本。講故仔之前，我哋先將時間撥返去上世紀80年代。講起霍汶希，好多見過佢真人都講，呢個女人個氣場真係好勁，而且靚得好有攻擊性。佢唔係嗰種默默無聞嘅幕後打工妹，事實上佢本身就具備出道做明星嘅所有頂級配置。霍汶希自細就生得一副明星相，五官立體，眉眼之間有一股英氣，特別似當時紅透半邊天嘅大美人林青霞，所以佢一出道個花名就叫小林青霞。14歲嗰年，當好多細路女仲喺度為測驗考試煩惱，或者喺屋企發緊白日夢嘅時候，霍汶希就已經俾星探發掘咗。你可以想象下那個畫面，喺旺角熙熙攘攘嘅街頭，一個着住校服嘅少女，皮膚白雪雪，眼神乾淨得嚟有帶點倔強，即使係素顏行喺街上面，都好似自帶聚光燈咁。星探一眼就睇中佢，直接拉佢去拍戲試鏡。就這樣，霍汶希誤打誤撞咁闖入咗五光十色嘅演藝圈。喺那一代嘅模特兒界，霍汶希簡直係神話級別嘅存在。最紅嘅時候，你只要開電視，廣告係佢；睇雜誌，封面係佢；甚至行過商場見到嘅巨型海報，都係佢個樣。尤其係嗰個年代好經典嘅洗頭水廣告，佢那種清純得嚟又帶點高傲嘅氣質，令佢瞬間成為咗廣告商嘅寵兒。據聞喺佢16歲之前，就已經拍咗超過50個電視廣告，算得上係當時嘅廣告女王。如果是但換個普通人，小小年紀有咁嘅成績，早就飄飄然發夢要做下一個影后，甚至開始揮霍青春啦。但係霍汶希唔同，佢份人好清醒，清醒得甚至有啲可怕。雖然賺到錢，雖然有名氣，雖然行出街有人認得，但佢好快就發現咗一個娛樂圈最殘酷嘅真相：模特兒呢碗飯係食青春嘅，而且係極度被動。今日廣告商覺得你靚，你就有公開；聽日覺得觀眾體驗咗你，或者有個更後生更靚嘅女仔出現，你就即刻被淘汰。你完全無話語權，你嘅命運掌握喺別人嘅審美同心情入面。令佢真正醒覺嘅係一次拍攝結束之後嘅插曲。當時有個攝影師，可能係無心，亦可能係多口，衝口而出講咗句：你這種類型啊，雖然依家好紅，
但係我也就看你還能紅多2年吧。畢竟你個樣太似林青霞，始終係翻版，磨自己特色。呢句說話好似一盆冰水咁兜頭冧落嚟，令當時只有10幾歲嘅霍汶希徹底清醒。佢突然明白，靠樣揾食係唔長久嘅，識衰而愛弛，呢個係千古不變嘅定律。如果繼續留喺模特兒圈，佢嘅結局只能係隨着年齡增長，身價越嚟越低，最後被人遺忘。於是呢個骨子入面充滿野心嘅女仔開始瘋狂咁幫自己揾後路。佢嘅嘗試過程其實充滿挫折，並唔係一帆風順。你可以想象下，一個10幾歲嘅靚妹本來可以舒舒服服靠樣賺錢，但佢偏偏要去折騰。佢先係去報 TVB 嘅藝員訓練班，諗住轉行做演員。可惜雖然佢個樣靚，但似乎演戲方面真係冇乜天分。加上當時 TVB 人才濟濟，佢並無突圍而出。之後佢又去參加歌唱比賽，想着如果唱得好都可以做歌星，結果又係名落孫山。現實好殘酷，俾咗佢驚艷嘅外表，但似乎收反咗佢喺演藝才華方面嘅天賦。嗰陣時嘅霍汶希得17歲，第一次感受到娛樂圈嘅冷漠同現實。為咗生活，亦都為咗唔讓屋企人擔心，倔強嘅佢甚至去做過便利店嘅售貨員。你想下，昔日嘅廣告小天后，電視上面那個光鮮亮麗嘅模特兒，依家要着住制服喺收銀台幫人嘟八達通搬貨上架，那種心理落差有幾大？當時好多朋友都勸佢 Money 啊，算罷啦，你屋企又無背景，老豆老母生咗8個仔女，你又唔係最受寵嗰個，既然做唔成明星，不如揾個好人家嫁咗佢算數啦。但係霍汶希性格入面最強嘅一點就係唔認輸，你要係睇死我，我就越要做俾你睇。既然我做唔到台前最光鮮嗰個明星，咁我就做那個喺幕後操縱明星嘅人，我就要讓所有明星都聽我話。就係喺便利店打工同埋做散工那段時間，佢接觸到好多廣告圈嘅幕後人員，佢慢慢摸清咗一個門路，明星只係台前嘅公仔，真正賺大錢，真正有話事權嘅係幕後嘅經理人、策劃同製作人。於是佢開始主動出擊，佢加入咗一家日資電視製作公司，由最低層嘅製片助理做起。以前被人服侍慣嘅小林青霞開始學識低下頭服侍人，攞道具、買飯盒、跑腿打雜、幫導演擋架、幫客戶追數，佢全部都做。那幾年嘅歷練係佢人生最重要嘅大學。佢開始偷師，睇下啲老前輩點樣同客戶傾生意，點樣壓價，點樣爭取利益。慢慢地，佢發現自己喺講數方面特別有天分。談判桌上，佢氣場全開，算賬嗰陣分毫不差。佢知道點樣令客戶覺得物超所值，同時又幫公司賺到盡。短短幾個月，佢就成咗老闆嘅左右手。有人笑佢太現實、太市儈、太斤斤計較，但霍汶希好清楚自己無背景、無靠山，唯一能夠依靠嘅就係個腦同埋那股不要命嘅拼勁。到了20歲出頭，佢已經唔再滿足於細公司嘅格局，佢知道自己屬於更大嘅舞台。故事來到1993年，呢一年係霍汶希人生嘅轉折點。佢帶着自己整理好嘅履歷同數據，一個人衝上去當時嘅飛圖唱片自薦。好多人見佢咁後生，又係個女仔，都係抱住懷疑嘅態度。但霍汶希唔同人廢話，佢直接拿數據說話，藝人嘅報價、檔期安排、過往銷量對比、市場分析，佢列得清清楚楚，條理分明。當時嘅大老闆楊受成閱人無數，一眼就睇出呢個女仔唔簡單。佢身上有一種當時香港娛樂圈好稀缺嘅特質，既有江湖兒女嘅義氣，又有專業經理人嘅精明。就這樣，霍汶希正式加入英皇。嗰陣時佢得21歲，係全公司最年輕嘅經理人。雖然英皇有錢，但喺90年代初嘅香港娛樂圈，其實仲係個初哥。面對寶麗金、華納呢啲國際巨頭，英皇嘅資源其實好有限。霍汶希入到去，基本上係一個人當幾個人用，經理人、保姆、司機、宣傳，甚至係心理輔導員，佢都要做。就喺佢忙到天昏地暗，
想幫公司打響名堂嘅時候，公司突然掟咗個超級大炸彈俾佢。楊受成老闆個老友，四哥謝賢個仔謝霆鋒。各位，如果你有時光機返去1996年，你就會知道接手謝霆鋒係一件幾咁恐怖嘅事。嗰年嘅謝霆鋒得16歲，啱啱從加拿大返嚟，正處於青春叛逆期嘅巔峰。佢靚仔，有才華，但係成個就是一隻失控嘅野獸。佢頂住星二代嘅光環，同時也背負住星二代嘅巨大壓力。全香港嘅傳媒都等着睇佢出醜，全行都知道呢個細路最憎人提佢老豆老母。佢脾氣一上來，連幾萬蚊嘅吉他都敢喺舞台上直接劈爛。之前幾個帶佢嘅經理人，唔係被氣走就係被嚇走。公司高層講得好白，邊個搞得掂謝霆鋒，邊個就可以喺英皇玩豬行。於是呢個無人敢接嘅燙手山芋，就落到咗只比謝霆鋒大幾歲嘅霍汶希手上。佢第一次見謝霆鋒嘅場景，簡直就好似拍港產片噉。個死靚仔戴住黑超，耳大耳環，雙手插袋行入會議室，第一句就問霍汶希：你憑咩管我？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如果換着係其他人，面對這種挑釁，可能已經窒咗機或者發咗火。但霍汶希冇，佢好淡定咁笑咗笑，眼神堅定咁望住謝霆鋒，講咗一句奠定兩人幾十年關係嘅說話：我唔係想管你，我係想幫你，我可以令你紅過你老豆。從嗰一刻開始，霍汶希就知道對付謝霆鋒這種迅無雷，絕對唔可以用硬嘅。你要俾佢更硬，但係又要俾佢知道你係為佢好。剛開始那段日子，霍汶希簡直係在這地獄模式入面生存。謝霆鋒通告遲到係家常便飯，玩失蹤更是拿手好戲。試過有一次錄下音，佢覺得不爽，直接跑咗去打機。甚至有一排，佢日日吵住要退出娛樂圈，外界都睇死佢哋，覺得呢對姐弟組合捱唔過3個月。但係霍汶希有一招必殺技，細心加耐心，再加上一種類似嚴母嘅管教。佢觀察到謝霆鋒雖然外表反叛，其實內心好孤獨，而且對音樂係真心中意。於是佢唔再逼謝霆鋒做嗰啲無謂嘅應酬，反而幫佢向公司申請預算，俾佢自己寫歌、搞創作、做搖滾。最經典嘅係有一次謝霆鋒又發脾氣，霍汶希乜都冇講，只係將一疊粉絲寫俾謝霆鋒嘅信一封封打開放喺佢台面。那一刻，謝霆鋒終於明白呢個女人唔係想控制佢，而係真係想幫佢成功。隨着謝謝你的愛1999爆紅，謝霆鋒成為亞洲新一代小天王，終結了4大天王壟斷嘅時代。霍汶希亦都一戰成名，但係成名之後，麻煩事接踵而來。2002年發生了震驚全港嘅頂包案，謝霆鋒駕駛法拉利撞車之後讓人頂包，呢件事令謝霆鋒形象插水，幾乎面臨牢獄之災。那段時間係霍汶希陪住謝霆鋒出入境處，陪住佢見律師，面對無數閃光燈嘅圍堵，佢無責怪謝霆鋒半句，只係默默咁幫佢處理所有爛攤子，甚至幫佢安排暫別娛樂圈，去進修，去沉澱。有人話霍汶希係謝霆鋒嘅保姆，其實佢更似係謝霆鋒嘅擋箭牌同引路人。謝霆鋒後來講過，霍汶希係我生命中嘅保護罩，呢句話真係無誇張。即使後來謝霆鋒同王菲復合，同張柏芝結婚又離婚，霍汶希永遠係那個第一時間出嚟發聲明幫佢維穩嘅人。除咗謝霆鋒，霍汶希嘅造星神話仲有好多。如果你話謝霆鋒係靠天賦，咁容祖兒同 Twins 就真係霍汶希砌出嚟嘅奇蹟。當年容祖兒去見霍汶希，因為樣貌唔夠出眾，被人叫做豬扒，好多公司都唔肯簽。但霍汶希聽完佢唱歌，就同老闆講：呢個女仔把聲係天后級嘅，一定要簽。為咗讓容祖兒變靚，霍汶希對佢進行咗地獄式嘅管理，唔俾食飽飯，瘋狂做運動，甚至連笑嘅角度都要練。係霍汶希嘅堅持，令容祖兒憑借揮着翅膀的女孩一飛沖天，成為香港樂壇最後一位天后。再講 Twins， 阿 sa 同阿嬌，當年兩個人完全唔識，
係霍汶希覺得佢哋兩個笑起嚟好似，突發機想將佢哋組成組合。為咗打造這對學生情人，霍汶希制定咗嚴格嘅家規，唔准拍拖，唔准去夜店，面對鏡頭要笑，側手翻要練到同步。嗰幾年 Twins 紅遍大江南北，霍汶希係港眷最有權勢嘅女人之一，亦都係最令人聞風喪膽嘅大家姐。但係人生邊有一帆風順㗎？2008年，一場突如其來嘅艷照門風暴，差啲摧毀咗英皇嘅半壁江山，亦都係霍汶希職業生涯最大嘅危機。一夜之間，陳冠希部電腦入面嘅相片瘋傳網絡，全香港人茶餘飯後都喺度討論。阿嬌鍾欣桐身敗名裂，原本清純玉女嘅形象瞬間崩塌，而成個英皇陷入極度恐慌。所有記者24小時圍住英皇大樓，等着睇笑話。那一刻，霍汶希面對嘅壓力大到常人無法想象。如果處理唔好，唔單止阿嬌玩完，連帶 Twins 這個招牌，甚至英皇嘅聲譽都會毀於一旦。公司內部有分歧，有人話不如放棄阿嬌，棄車保帥，費事拖累阿 Sa。但霍汶希堅決反對，佢知道阿嬌係佢一手大嘅女。如果依家放棄佢，英皇嘅招牌就爛咗，人心就散咗。於是佢做咗一個極其大膽，但亦係極其無奈嘅決定，讓阿嬌出嚟開記者會。嗰場記者會，霍汶希經過精密計算，佢讓阿嬌素顏，着得樸素，唔好扮可憐，亦唔好扮無辜，要承認錯誤。雖然那句好天真好傻，後來變成網絡金句，被人嘲笑咗好多年，但喺當時，這確實係止血嘅第一步，直面公眾，承擔責任。霍汶希深知輿論係需要時間去消化嘅，於是佢果斷雪藏阿嬌1年，俾時間沖淡一切。這1年入面，霍汶希承擔了巨大嘅心理壓力，阿嬌情緒崩潰，甚至有過輕生念頭。霍汶希要24小時睇住佢，又要幫佢擋住外界嘅惡意，同時佢仲要幫謝霆鋒穩住形象，教佢點樣做一個有擔當嘅丈夫，成功將謝霆鋒從大陸帽嘅受害者轉化為絕世好男人。這一手公關操作雖然行得好險，但如今回頭看，簡直係教科書級別。1年後，佢安排阿嬌復出，上智雲飯局剖白內心，每一個眼神，每一個停頓，該講咩？唔該講咩？霍汶希都陪佢彩排過無數次。節目一出，輿論風向開始轉變。大家開始同情這個因為談戀愛而失去一切嘅女仔。緊接着，佢又策劃 Twins 重組演唱會，打回憶殺同友情牌，門票秒殺，現場哭成女海。霍汶希用事實證明，只要操作得當，死局都可以盤活。經歷過艷照門，霍汶希嘅地位已經無人可以動搖。但係喺事業高峰期，佢嘅感情生活卻迎來咗一個巨大嘅轉折，而呢個轉折亦都展現咗佢作為女性最堅硬嘅一面。2010年左右，佢同一個身家豐厚嘅內地富商拍拖，兩人感情穩定，甚至談婚論嫁。但係對方有個條件，結婚可以，但你要辭職，專心做少奶奶，相夫教子。對於一般女仔來講，嫁入豪門係畢生夢想，係最好嘅歸宿。但霍汶希係邊個？佢係英皇大總管，係即使天冧落嚟都可以當被冚嘅女強人。佢嘅價值建立喺佢嘅事業之上，要佢放棄自己一手打拼嘅江山去做金絲雀，絕無可能。於是佢毅然選擇分手。最戲劇性嘅係，分手之後佢發現自己有咗，呢個係上天俾佢嘅一道難題。當時身邊所有人都勸佢，Money，你一個女人帶着個細路，事業再強又點？以後邊個敢娶你？好辛苦噶，不如唔好要啦，或者不如返去同個男人講數，攞筆撫養費都好啊。霍汶希再一次展現咗佢嘅狠勁，佢決定生下呢個女，而且係自己養。佢唔需要男人嘅錢，亦唔需要男人嘅名分。據聞佢為了個女戒咗多年嘅煙，改變咗所有生活習慣。佢向楊受成提出想要換個環境，去北京開拓內地市場。這是一個一石二鳥嘅計策，一來係為咗避開香港狗仔隊對個女嘅騷擾，俾個女一個安靜嘅成長環境；
二來佢以敏銳嘅觸覺睇準咗內地娛樂市場即將迎來爆發期，於是佢帶着個女只身北上。這又係一次由零開始。在北京，人生路不熟，普通話又講得唔鹹唔淡，也就是後來被網友嘲笑嘅港普。好多人等着睇呢位港券金牌經理人點樣水土不服。畢竟香港雅套在內地未必行得通，但霍汶希用實際行動打臉所有人。佢迅速適應內地嘅綜藝生態，放下身段去社交，去飲酒應酬。佢簽下一批內地新人，甚至幫容祖兒保衛《我是歌手》，讓內地觀眾見識到咩叫真正的天后現場。佢幫謝霆鋒打造12道風味，將謝霆鋒從高冷男神成功轉型為暖男大廚，商業價值翻了幾倍。佢將在香港嗰套造星邏輯結合內地嘅互聯網思維，玩得更加風生水起，甚至連佢自己都走到台前。喺《乘風破浪的姐姐》入面，佢作為女團總顧問，氣場完全唔輸俾任何一個女明星。佢嘅港普成為咗網絡熱梗，佢嘅表情包滿天飛。年輕一代嘅觀眾可能唔識 Twins， 但一定識呢個又嚴厲又可愛嘅媽咪。依家嘅霍汶希已經是英皇北京分公司嘅總裁。佢經常喺社交媒體晒自己同個女嘅生活照，亦都會同旗下藝人好似一家人咁聚餐。佢不再係當年那個眉頭深鎖，隨時準備同記者開戰嘅救火隊員，而係變得更加從容淡定。有一次記者問佢：你覺唔覺得自己犧牲咗好多？明明可以做少奶奶，點解要咁搏？霍汶希笑笑口話：人生好長，只要你唔俾自己設限，唔規定自己一定要活成乜樣，咁你就有無限可能。我雖然冇做成明星，但我製造咗無數明星。我雖然係單親媽媽，但我俾咗個女雙倍嘅愛，我負擔得起我自己嘅選擇。故事講到呢度，相信大家對霍汶希已經有咗一個全新嘅認識。佢唔係謝霆鋒嘅附庸，亦唔係單純嘅幕後推手，佢係一個將自己活成一支隊伍嘅女人。從17歲被預言紅不過2年嘅模特兒，到21歲獨當一面嘅經理人，從處理藝人爛攤子嘅拆彈專家，到敢於做單親媽媽嘅北京女總裁，佢每一步都行得好驚險，但每一步都行得好穩。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女人嘅底氣從來唔係靠嫁得好，亦唔係靠青春美貌，而係靠自己立得住，靠自己個腦，靠那種打不死嘅香港精神。喺那個光怪陸離嘅娛樂圈，流星常有，但行星難求。而霍汶希就係那個喺背後默默守護行星，同時自己亦都發出光芒嘅人。佢識得喺黑白兩道之間周旋，識得喺利益與情感之間平衡。有人話佢勢利，有人話佢冷血，但無可否認，佢係最專業嘅操盤手。藝人肯信佢，將下半生交俾佢；老闆肯撐佢，將公司大權放俾佢。這就是本事。至於佢自己，最體面嘅一句話大概就係：不必嫁得好，最緊要活得穩。下一次風浪嚟嘅時候，我相信霍汶希依然會企喺第一排，着住佢嘅高踭鞋，塗住佢嘅紅唇，用佢標誌性嘅港普，淡淡定定咁同大家講：冇事，有我喺度。好啦，今期關於金牌經理人霍汶希嘅傳奇故事就同大家深度解說到呢度。聽完佢嘅經歷，唔知你又有咩感悟呢？如果俾你揀，你會選擇做台前風光無限但係身不由己嘅明星，定係做幕後運籌帷幄但要承受巨大壓力嘅操盤手？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睇法，講下你心目中嘅霍汶希係一個點樣嘅人。如果你中意今次嘅深度內容，覺得聽得過癮嘅話，記得幫手點個讚，分享俾你身邊中意八卦或者正在職場奮鬥嘅朋友，順手訂閱埋我個頻道，開埋個小鈴鐺，咁你就唔會錯過最新最熱最有深度嘅娛樂解說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